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啊！咁琴晚咧喺高新園呢邊咧，真係瞓得好沉啊！其實一路以嚟咧，我都好想揾一啲類似廣州番禺場嘅一啲商業小區嚟住嘅。咁但係一路咧自從2023年年尾咧，我都喺深圳住過唔同區，咁一路都發覺好難揾到嘅。就其實之前有試過住喺一區嘅，就喺陽台山東站嗰邊嘅。咁嗰邊有個大浪商業天地啦，都有好重一個文化嘅娛樂氣息嘅一個小社區啦。咁但係咧，因為嗰邊咧就唔近地鐵站嘅，而且咧大概14分鐘到啦，仲要係要坐一啲自騎單車咧，先至可以翻去嗰個小區嗰邊啦。咁所以其實就一路都感覺唔係咁方便嘅。咁就直到今次喺港大醫院呢邊就醫啦，即係喺港大醫院呢邊咧去做一啲全身檢查啦，就無意中發覺咧高新園呢邊咧就完全咧係符合晒我理想嘅要求啦。佢距離地鐵站咧只不過4分鐘啦，行翻去商業廣場都係10分鐘左右，而且仲要係行平地嘅，咁所以就感覺好方便啦。再加上佢如果翻香港嘅話咧，就可以係最近係深圳灣口岸嗰邊。咁同埋呢度咧係非常之好，俾我感覺好似紐約同墨爾本之間嘅一啲感覺嘅氛圍啦。因為其實出到去無論係一啲建築啊，或者係一啲商圈啊嘅城市嘅設計咧，都係好似去咗外國一樣，即係會令我諗翻起我喺2016年成年喺澳洲墨爾本一個人打滾嘅嗰種感覺啦。其實佢由於佢係南山區啦，咁所以佢其實都好多一啲科技公司啊，或者一啲商業機構啊，或者一啲金融嘅機構啊，都會喺度進駐。咁所以係無論係商業合作或者係創業嘅機會咧，都係特別廣泛嘅。咁所以呢區年青人啊、知識分子都比較多。就講我呢個小區啦，即係我琴晚喺架 lift 度都發覺有好多喺倫敦翻嚟嘅一啲留學生喺呢度住嘅。就所以其實呢度俾我感覺好有生命力啦，即係會令到我覺得係喺呢度即係天父真係好照料住啦。即係無論係琴晚喺湖南嗰間老飯鋪食完飯啊，到今日喺高新園呢邊嘅附近嘅商場食飯啊，我都覺得即係只要入咗去天父嘅計劃裏面，真係一無所缺、無所擔憂嘅，所以真係要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。